再来带大家到从此乡来看呐，莫让客风采带来当足嘅意量，促成屏东县今年嘅牛厝还去风擦排水，海水河坝水的从此乡提示卡大家得流出。咪係一下嘅就潑出來嘅，水位清層嘅蔬菜佢超過嘅腳趾頭有暗高，咪開貴嘅得用村嘅村唔得。牛厝海嘅海水充滿馬本田，有河堤東門嘅地方，佢明顯水位已經過路面咧，都會下游都全部進到總督嘅。明年颱風來嘅時節，亦就會路嘅浸水，居民怪怨政府一直拿唔出對策來改善。突然話咧，阿部分大落雨落個太陽都一個路入木，都也標得下部嘅農業木。我們這邊是鳥不生蛋的地方嘛，都沒人管嘛。因為總督嘅水浸過腳趾頭，一般嘅茶根本都無法渡過，人人愛村業只能用行嘅，假使有老人家愛急救送醫，根本都行唔出去。現在這邊有很多老人家，真的很危險啊！看有沒有什麼改善啊，對不對？黃滾滾嘅水一路浸下去，浸到嘅總督嘅圖書館，係咩搶救到腳，向強啊改道樹路嘅浸水嘅。看到北方萬條嘅祝福天下父親快樂嘅花語，亦強強啊喺今年父親節最風潮嘅畫面呢。客家新聞尋日連屏東報道。